无辜的百姓。少人老爷，张相，元老爷，你是毋是有啥物切欠？明仔载是第三天，甲来遐百姓就要互人押去当人夫。是，明仔载朝廷就会派官车来押因起殿咯。绝对，遐掠去当人夫的家眷，来公堂叫苦连天。有诶，是60、70岁散飞的老大，有诶是父母带着囡仔。天天哭哭伫要爱老爸，你看，看这个努力妇女，怎样的情景，敢无可能是？确实真可怜。分的百姓。连连遭受旱灾之苦，现在又搁加上强抢人夫，逼得百姓欲死不得，求生艰难。这敢讲是天意？天啊！这是什么天啊？老爷，要救遐苦难的百姓，只有老爷你一个人。早就想要放因走，也毋过切望你的兵士不分你掠着咧百姓。老爷，假使讲你若是有这个意思，小人任凭吩咐。是啦，老爷，只要你讲一声，小人万死不辞。老爷，张相，你真是肯帮忙我。老爷，该救这苦难的百姓，并不是老爷你一个人的责任吗？是啦，老爷，任凭吩咐。赶紧拍开！你做。思维较安静，我现在已经将库房的门拍开啊！恁赶紧甲我斗阵来去摕库银，带恁的家眷在天明的以前离开此地。出代志啊！到家我看卖。
被阮放走人夫，来啦！即是风俗国有关，爱护所在掠人。是。相公，你袂死，你袂死。我知影，我无法度搁活落。相公，我连累你，自咱出来逃难。到现在，所有的肝肺也拢用去啊，爱卖的也拢卖啊，爱转的也拢转去啊。相公，你巴肚内迄个囡仔，你又阁是一个软弱的查某，我若死，你是要安怎？你莫想遐认真，我一定会请名医将你的病医好。相公，你袂死。我家己知影袂，神仙难救，绝命人。相公，我若死，你是要安怎？相公，你袂用去死，你袂用去死。姑娘啊，阿当你安尼直直拖，啊无今仔时安那减税要付我袂？大哥，安那，伊阁无通啊付我，好，也免阁讲，你赶紧甲我包我出去。安尼啊，算我较衰啦，较早欠的遐莫甲摕啦，今仔甲我包出去摕啊，毋就好。这位大哥，我的翁婿在破病，你敢忍心将阮赶出去？3啊年当，我本身就顾会去，我管啊较济，快帮我做吼。这位大哥，我拜托你。好，莫阁唱口调，听真济啊，赶帮我出去，吼。
卖啰嗦，来，帮帮水，咱组长，相公，小李啊，哈，带恁出来抓逃犯啦！房间一间一间要敲啦，赶紧来啦！相公，娘囝，相公，我若是你是要安怎？相公，你不安尼死，你不安尼死。我嘛无愿你死，也过我连累你，若死了，我希望你爱为自家传承，爱好好照顾我的囡仔，相公。我在天界，相公，庇佑你，相公，相公，大姨，到了春节过年啦，我这无那么多饭啦。相公。所以，若有发现到老票，即时交公家来通报。我知啦。哈，孙家。啊！哎呦，煞死去啦！啊，叫你赶紧搬出，你也唔搬出，也互伊，哪互4点钟啦？我这这声我敢有影有衰诶！啊，等。不但连点水无得人收，煞来看半，着还阁贴去酒刮茶我有够衰命。虽然多处各有关，可无改变不安全。到基今日变成金花，前途处处是难关。牢记为官正3年，为一少年的天师，将死个老人有讲起。讲我3年的官运就转移。老票运，你中到13名的进士，唔免欢喜。你的官运只有3年而已。来，我今仔日要来送你一本书，什么字？是一本又搁旧又搁破的古书啊。但是我送你这本书啊，真可能你目前是用袂到。
当3年了后，你就真需要用这本的书，因为我送你这本书啊，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你必须爱搁去甲我找另外2本书，这本是上卷，也搁有中卷、下卷3本合为一套，这你愿意？唔对，中卷甲下卷这2本书是伫什么所在？这我嘛唔知。那呢？小小要去倒位找？老表恩，你敢无愿意去做这个代志是？这就是我要送你的条件啦。是。老弟，古早人有一句话伫咧讲：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如今回想起来，迄个老人讲的话已经应验。当初我才出任的时，洪江渐渐发生晴天霹雳，清德宫被震倒一角。天苍苍，地茫茫，干可尽，雨隔风。愿中改而月光，恨一统东南风。文书，这24字是要怎样我解释？天意，这是天意。文书，这是吉也是凶？天意，照你的看法，这，以学生看来是凶。干古晋就是不久的刀兵四起，袁仲改就是元朝的气数阶级，混一统东南风，就是东南城有人起义要来推翻元朝。你的看法不一定。大风，这就是主日；日月光就是明日。也就是讲，将来有一个姓朱的人，会来接掌乾坤，将国台湾改为明。这样看起来，这个人就出现在东南方。这个意调渐渐变成事实。看目前的情况，天下将会大乱，元朝气数阶级，只是姓朱的迄个人，究竟是什么人？现在是伫咧东南方的什么地方？天下无所的大事已经得救了。照东暗的形象看起来，有只飞机要降落东南方，军强
必求贵人降官。此贵人，才要出生在何处人家？对倒来迎你的哭声。